呢道餸咧係冇出現喺菜單上面㗎，但應該咧唔需要面子果實，只需要鼓起勇氣同老闆或者老闆娘搭訕幾句就食到㗎啦。起碼咧，我今次就係咁。呢餐4個人合共消費545。大家好，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，心血來潮想食啲手撕雞啊，於是咧就諗起一佢醉賢居。本來諗住打包㗎，細估唔到晚黑6點未夠隻雞咧就已經賣晒啦，真係有啲誇張。於是咧只好意興闌珊咁直奔今晚嘅約飯地點啊，老蠔江。早喺2017年，我仲喺附近創意園入邊開旅行社嗰陣就嚟食過㗎啦。不知不覺咧，呢間店原來已經開咗11年㗎啦。門頭同我記憶中嘅唔太一樣啦，已經翻新過，生意咧十分火爆㗎。好在啊，西關少爺 Felix 早就嚟咗㗎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哋都唔知要排隊排到咩時候啊！食潮汕菜點少得滷水啊？粉乾半隻，再搭翻條鵝腸。粉乾嘅口感咧，比睇起身要柔軟㗎。鵝腸嘅油脂咯係肉眼可見㗎，脆係真係脆，但油咧都真係油㗎。對我嚟講，食2條咧已經係極限啦。講翻呢個滷水咧，感覺其實咧唔算太潮汕㗎，八角、桂皮、香葉嘅味道咧都相當薄弱㗎，少一啲意思。食潮汕菜又點少得生醃啊？生醃蝦用嘅咧係紅蝦，千祈唔好將佢同被俗稱為赤米嘅櫻花蝦撈亂啦。佢嘅學名咧叫中華管邊蝦，雖然咧喺外殼都帶紅呢一點上面咧同櫻花蝦都幾似㗎，但只要細睇就會發現櫻花蝦身上嘅斑紋咧都係散亂分佈㗎，而紅蝦身上嘅咧並唔係斑紋，而係每個腹節後緣都自帶一條紅色嘅橫帶，兩者價格相差甚遠。一定要注意區分，紅蝦咧唔係行爽脆路線嘅，而係甜甜糯糯嘅。除咗個頭細啲之外，揾唔到其他缺點嘅。生醃貓眼螺，鮮味欠奉，有啲唔太新鮮嘅感覺啊！食潮汕菜又點少得魚飯啦，巴浪魚飯。鹹度唔高，魚味唔算重㗎。畢竟呢個巴浪魚咧真係幾瘦㗎。對比起之前喺大林苑食到嘅巴浪魚，肥美程度差嘅咧唔係一丁半點。不過先12蚊一條，不能要求更多啦。食潮汕菜又點少得牛肉呢？沙茶炒牛肉，沙茶味欠奉㗎。牛肉咧係有醃製過㗎，口感異常咁嫩啦，冇絲毫牛肉味，差啲意思啊。其實今次嚟咧就係為咗佢啦，雪花牛丸拼墨魚丸。呢道餸咧係冇出現喺菜單上面㗎，但應該咧唔需要面子果實，只需要鼓起勇氣同老闆或者老闆娘搭訕幾句就食到㗎啦。起碼咧，我今次就係咁。據說啦，呢一粒咧係一粒完全由雪花牛肉製作而成嘅牛肉丸，個頭都幾大㗎，口感相當唔錯，係近似於生丸嘅口感，冇嗰種長時間存放被風乾過後嘅脫水感。食起身咧並唔粗鞋㗎，相反佢嘅彈性係有活力㗎，而且肉感相當細。調味上咧冇過多嘅干預，牛肉味幾純正幾清晰㗎，冇嗰種市面上常見嘅非天然肉味嘅加工痕跡，我相當中意嘅。呢粒雪花牛丸嘅口感同調味咧都生咗喺我嘅審美之上，我強烈推薦啦。相比之下，墨魚丸俾我嘅衝擊咧就弱好多啦，係一粒蒜味唔算太重，可以食到墨魚肉粒嘅墨魚丸啦。呢2粒丸咧就要28蚊，貴咧係有啲小貴㗎啦，但估計我下次嚟咧仲係會點㗎。我哋仲食咗個頭唔算太大，但鮮度在線嘅潮式炒聖子，醋味偏濃，但份量十分感人嘅青瓜皮蛋，中規中矩嘅炒小白菜。本來以為係蒸，結果咧卻係油炸嘅學徒果。叫咗芋泥拼芝麻嘅表皮嘅口感咧有啲晶體化，顆粒感十分明顯㗎。唔知道係咪我食唔慣啦？有冇潮汕嘅同學可以幫手解答一下呢？呢個口感係咪正常嘅呢？呢餐4個人合共消費545。有一句講句，長條狀嘅餐廳有種坐喺過道上面食飯嘅感覺，擁擠並熱鬧着，就係室內抽煙嘅情況咧有啲嚴重㗎。我對呢個咧都仲係比較敏感㗎。茶位先3蚊一位啫，係我近期食過嘅大排檔入邊最良心㗎啦。其實呢餐落嚟咧，我感覺菜品單價都唔算高，部分菜咧都仲真係幾平添。下次如果再嚟嘅話，我應該咧會選擇喺宵夜時分再嚟㗎，食翻份雪花牛肉丸，食啲生醃，再食啲小海鮮就好。2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